Story for Rex。老龍舟的心願故事林滿秋。端午節就嚟到啦，龍舟爺爺好興奮啊！但係今年先出世嘅小老鼠呢，就唔知道乜嘢係端午節啦。龍舟爺爺就對小老鼠話啦：農曆5月初5就係端午節，呢一日家家戶戶都會包粽、做香包，喺門上懸掛艾草，仲會飲紅黃酒添。其中最精彩嘅呢，就係龍舟競賽。講到爬龍舟，龍舟爺爺好得意啊，因為龍舟爺爺曾經得過5次冠軍呢。但係自從上次比賽後，龍舟爺爺變得好衰弱，佢好擔心今年冇辦法再參加龍舟比賽。小老鼠了解參加比賽係龍舟爺爺最大嘅心願，就不停鼓勵佢啦。然而呢個時候，老黑狗就帶嚟一個壞消息，老主人又建造咗一艘新龍舟，準備參加今年嘅龍舟大賽。龍舟爺爺再冇機會參加比賽啦。龍舟爺爺感到好失望啊！端午節嘅腳步越嚟越近啦，老鼠媽媽忙住包粽、做香包，龍舟爺爺呢就偷偷咁樣喊，小老鼠呢都好唔開心啊！應該點幫龍舟爺爺完成參加比賽嘅心願呢？小老鼠諗啊諗，終於諗到一個好主意，佢決定幫龍舟爺爺好好打扮一下。打扮後嘅龍舟爺爺變得又強壯又靚。小老鼠將老黑狗、小黃驢、大白鵝都揾嚟，一齊將龍舟爺爺拉到河邊。老主人見到龍舟爺爺又強壯又靚，好吃驚啊！同時諗起龍舟爺爺去年嘅英勇表現，於是決定再俾龍舟爺爺參加比賽。端午節嗰日，河邊好熱鬧啊！有人食粽，有人放風箏，仲有好多民族活動。其中最引人注目嘅呢，就係龍舟大賽。比賽正係進行緊啊！一大片烏雲飛嚟，小老鼠擔心一旦落雨，比賽就會暫停。龍舟爺爺嘅心願就冇辦法實現啦。為咗實現龍舟爺爺嘅心願，小老鼠對住天空大聲咁樣呼喚住：哦，金色太陽喺邊度？佢唔喺呢度。哦，金色太陽喺邊度？呢度呢度喺呢度。太陽聽到小老鼠嘅呼喚，努力衝出烏雲，又露出金色嘅光芒。龍舟比賽喺金色陽光之下進行住，小老鼠、老黑狗同埋老黃驢都好賣力咁幫龍舟爺爺加油喎。經過一番激烈嘅競賽，龍舟爺爺唔單止實現咗心願，
仲得到龍舟大賽嘅冠軍呢。有龍舟嘅心願就達成咗啦，我嘅心願呢，就係請你哋幫忙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開啟小鈴鐺。下次再講，拜拜。